哇，高一個頭，唔緊要啊！哇，輕鬆。哇，蘇記人第一個籃板。哇，最緊要嘅高佬犯規多啲。其實高佬使乜要搏索啫？伸直隻手已經好難射到啦。黃桂怡領先1-0。係啦，就咁手啱啦，唔使搏人啦。梁桂怡領先3-0。3秒。我第二個，我第二個。哇！真係打佢一個2入無人之境喎，5-0。咁啊有排輸啦，如果咁講，淨係打一個點佢已經咁難搞。佢係咪已經犯咗規就驚啊？一人 show 喎，7-0。第一次打順境波啊，次次都係落後3節咁樣追。咁 OK 啦，逆境波打到嘅話。咁順境波應該唔會咁輕易輸翻啦，同埋對手真係唔係咁強。唉，冇啦，佢求其都冇頂身位攞波攞唔到。哇，幾好喎呢個，一條龍，9-0。11-0。哇，13-0。夾佢！
哇！15-0。哇！係咪一個紀錄啊？如果上半場第一節都未打完，冇落手啊！爭少少。個洞係見到啦。冇辦法啦，個勢唔好咯。我哋記得以前嘅教練都係咁講，就算冇掂到你個勢唔好咧，你係想攬人嘅都當犯規。6分鐘，暫時15-0。哎呀，呢啲多手啦，多手呢個。係嘅，真係少少嘢吹㗎。哎呀，即係呢球冇理由唔入㗎，呢球。走步啊，一定走啊！唔緊要啦，攞翻啦。哇！哇！佢都想射3分。哇！而家全部 JT 陣喎，真係喎，全部 JT 陣。哇！終於有機會啦！我而家終於明白咩叫粒粒皆辛苦。希望我都希望嘅。而家 Manhole 大佬場場都得閒喎，都未必嚟到㗎嘛，有時。哎呀，我都希望佢破蛋嘅。佢15-0。15-0係。希望1號為佢帶嚟好運啦。都係，仲要射多一次。哦，冇啊。有啊，有一次。哦，兩個唔夾喎。佢以為對方違例。哇，都係唔得。早啲俾啊嘛，自己帶一條龍帶啫。有啦，終於有。屌佢扣籃喎！係咯，見到喎。佢都有190啦，應該。佢係有3分能力嘅，18-2啊，18-2。呢球手漏咗，18-4。誒，你唔使直播啦咩？18-4，第一節完。